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初5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湾武汉肺炎的病例，佫增加8例，拢是境外移入。全台湾今仔日有11个景点进行大消毒。国内油价佫在调降，明仔载饭店开始，汽油、柴油10公升调降9角降1块，是17年半以来上低。美国总确诊人数破30万，总统川普警告，未来1礼拜恐惊有更较侪人治病过身。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国内武汉肺炎的上新情形。今仔日新增加8例，拢是境外移入，其中有1站是家庭小话，另外1个是摩洛哥旅游团的群组，佫有3例是甲二节旅游团有关系。这个二节旅游团即马已经累计9个人确诊。目前全台湾拢总有363例，其中有54个人已经解除隔离。国内再新增加8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指挥中心宣布，这确诊个案拢是境外移入。指挥中心讲，初5新增加的案例356例，是4月初3公布案例343例本土个案的翁婿，在2月23到3月17到美国工作。两个到即阵无爽快症状，卫生单位来采检，第5号确诊，研判是家庭互相烧话。7号回来之后，他只有轻微的一个腹泻啦，那没有其他的一个症状啊，所以就没有他也没有去就医啊，所以在我们这个根据用健保资料，大概上呼吸道一个的症状去筛的话，应该是没有筛到他。案例357例是摩洛哥旅游团的团员，3月25出现发烧甲肺炎，3月26通报，在4月初5确诊。这旅游团总计有3个人确诊，其他14名团员内底12个人阴性，2个人检严重。那该旅游团先前有2人确诊为案250跟288。那案357是3月25日发烧26日由卫生单位安排就医，那诊断有肺炎而通报。而案例359、360甲363例是澳洲旅游团的团员，由集团进前已经有6个人确诊。为着小心，卫生单位针对其他团员进行快速采检，这3个人也伫初5确诊。这旅游团有17人，其中9个人确诊，其他8名团员检验结果拢是阴性。有2个现在还在插管治疗当中，有1位领队过世嘛。其实他们3位都是体重过重的一个状况啊。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因为真侪景点观光客真多，客停车内底也无独立外开，所以讲在进前坐大众运输爱大催暗以后，即日起免将坐客停车 Uber 嘛爱大催暗，若是无愿意配合，客停车会使卖载，若是违规情形，上悬会再罚15000块。记者综合报道。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针对全台湾11个景点发国家级警报，而且环保署下令，要求这11个景点要进行大消毒。昆凌大街对透早6点就开始消毒，高雄的基山老街嘛有消毒，不过时间是警伫下晡1点半，当日闹热的时阵，互店头甲游客无法度接受。看到消毒车慢慢开过来，桌顶煮好的物件赶紧搬落来，惊讲这物件互喷到消毒药剂。里边啊，其他的小食单毋是用布盖起来，就是甲顶灶先收起来。高雄市环保局下晡执行基山老街的环境消毒。整条街都做吃的，你看我马上要把东西收起来。晚上会比较好一些，在这种时候消毒好像只是一个比较表面功夫啦，但是能把疫情控制住是最好。这个大头也是拢真无奈，不过为着防疫工作，大家也是尽力配合。游客也认为，无伫较消毒的时间点，应选伫暗时，也是透早来进行。刚好在吃东西的话，就比较不方便，有点突兀啦，对吧？怎么说？就是大家都在逛街，突然一台车就来了。原本规划就是说，今天大家应该收假，人潮应该很少很多，但是我们已经排下去了。但就是说，下一次我们列假日的时候，我们会调整作业的时间。基山老街列入国家级警报11个景点之一，就算连假只有1天，出7号人较少。环保署紧急下令11个景点上班礼拜爱进行消毒。而台南的虎头埤风景区相关在警讯发布了后，游客减少真多，不过消毒工作也袂用凊彩。针对民众较接触的地标，便所来加强消毒的工作。这些景点呢，大部分人潮都会比较靠近。那当然，这部分我们也会加强，尤其是厕所的部分。然后厕所的部分，我们也会针对那个里面
去做消毒。我想这些本身国民要自己做好防护的工作，不需要等政府发布哪边不能去，哪边该做什么，应该从自身做起。屏东垦丁街路上早时6点也进行全面消毒，趁游客也未转去，人车较少的时阵，对街路也有店门口详细来喷消毒油剂。台东去嘉义夜市营业结束了后，对人较多的闹热的所在，有名的景点进行全面消毒。因为国家疾警部无甲台东列入，不过根据资料，4月初2到初4，台东来了9万车次，有过超过10万人，比起垦丁的人也较多。大家休息的时候来特别做一次的消毒，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在整个一个消毒的作业，我们是非常的谨慎。离假期结束，大家要转来坐车的火车站、公车站、甲各地的商区，环保署也要求彻底消毒，一定要甲传染机会降低。记者综合报道。清明连假有真侪人规家伙仔出去佚佗，但是遮尔侪人客伫观光景点，互人真烦恼，会造成疫情小话。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明仔载开始入去市府大楼爱强制挂喙罨，其他县市嘛拢慢慢咧扩大强制挂喙罨的范围。行政长苏贞昌视察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真正看到伊甲喙罨挂开，伊要做一个模范，呼吁国人面对严重的疫情，爱保持警觉性。对台湾因为防疫工作做了有成就，受到国际娱乐嘛捐1000万片的喙罨，予外国的医疗人员。所新北市长侯友宜话话，这喙罨应该爱是满足国内需求，每一人每14天至少爱有10片。但是苏贞昌认为爱珍惜，大家谨慎的使用。避免浪费，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数字。有很多甚至很先进的国家，连医疗人员都没有口罩，14天9片，实在已经很不简单。我们也真的要习物，要珍惜。对清明假期有未少热门的景点出现真侪游客，人甲人我真近无法度维持1.5公尺的距离，烦恼这出游的人潮会变成是防疫的破口。侯友宜宣布，初六开始，你伫新北市府大楼爱强制挂喙罨。一进大门一定要戴上口罩，量体温。民众要进来，也前面要戴口罩，我们就必须要更加紧的防备。所以这也是叫善后处理。强力的鼓励，那是不是到直接规定的方式，我们可能还要再尊重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个想法。除了新北市政府，真侪县市嘛陆续宣布4月初六开始有新的措施，包括台北市高中以下的学校平常时无开放，基隆市是坐大众运输爱强制挂喙罨，高雄市是规定，若你伫市府还是市议会所属的办公大楼爱写名登记。台南市是学生坐校车爱挂喙罨，佮有量体温。为4月初9开始，你伫台北市府的大楼、警察局、市立图书馆等等嘛需要挂喙罨。台南市是强制要求坐大众运输爱挂喙罨。防疫措施一波接一波，就是要确保防疫无人芳。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国外，武汉肺炎甲欧美国家讲甲大空势力，美国的总确诊人数已经破30万，累计8000多人死亡。总统川普警告，未来1礼拜恐惊有更较侪人治病过身。若是欧洲，西班牙已经超过意大利，成做欧洲的疫情上界严重的国家，总确诊已经破12万例。美国新冠病毒疫情恶化，累计确诊病例破30万大关，8000多个人死亡。其中，敢若是纽约州过去24点钟就新增加超过1万例确诊，累计确诊11万3000多例，3565个人死亡。美国总统川普阁发出警告，表示未来会有更较侪死亡病例。This will be probably the toughest week between this week and next week, and there'll be a lot of death, unfortunately, but a lot less death than if this wasn't done. But there will be death. 针对美军军舰罗斯福号顶悬大约120个官兵确诊，南州克劳奇上校因为求救配合媒体曝光，方认为是不当处理疫情，互解职。川普支持这项决定，认为南长无应该伫病毒大流行期间停止越南，而且互军员落船。But more importantly, he wrote a letter. The letter was a 5-page letter from a captain, and the letter was all over the place. That's not appropriate. I don't think that's appropriate.
停伫纽约港口，伊加敢若要收毋是新冠病毒的患者的海军医疗船安慰号，互传出无说收到确诊患者的消息。美国福斯新闻报道，有无到5位患者对正维持会诊中心碰送就船，了后就互确诊。Les anuncio que el Consejo de Ministros del próximo martes solicitará de nuevo la autorización del Congreso de los Diputados para prorrogar por segunda vez el estado de alarma el 12 de abril hasta las 24 horas del sábado 25 de abril. 伫澳洲的疫情重灾区西班牙，测试过一日新增加7026例，809个人死亡，总确诊人数破124700例，超过另外一个重灾区意大利，变做澳洲疫情上界严重的国家，累计11000多人死亡。桑切斯宣布延长全国紧急状态2礼拜到4月25，再去看情形来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日本今仔日阁增加一个武汉肺炎的死亡病例，累计是85个人过身。敢若是东京都，今仔日就增加143个确诊，是高一日的纪录，嘛互东京都的总确诊人数破1000。政府是要求民众若无必要就毋通出门，这互原本是繁华的东京，即马变甲冷冷清清。日本初五阁增加一名新冠病毒死亡案例，死者是福泽县一名80多岁女性，成为当地第2位死于新冠病毒的病人。NHK 引用消息人士指出，首都东京初五拢总新增143例确诊病例，创下单日上悬纪录，而且已经连续2天新增破100例，总计确診數突破1000人。東京都地區小池百合子再度呼籲民眾避免外出。ご自分を守る、そして家族を守ると同時に社会を守るためのあなたの行動をもう一度見直していただきたい。根据官方統計，到初五中晝12點半，日本境內總確診病例數是3531例。死亡85人，若閣加上宣召公主號的712件確診，11人死亡，總確診數是4243例，96人死亡。因為各級政府要求民眾自律，非必要前往莫外出。東京市區的十字路口無個人雜通通的情形，行人也攏掛喙暗。新宿的幾啊間百貨公司也配合防疫政策暫停營業，上路的新宿東口廣場閣係人真少。今日病院に行ってきました。どう思いますか、こういう新宿。いやー、ちょっとなんでしょうね。異常というか非常事態なんだなっていうのは感じます。出外宴會盛開的大阪社公園入口是大告示，呼籲民眾唔通進佇野餐賞花，也會當講是看不到遊客來遮，空空的景象相當罕見。経済や社会に対する影響を最小限にしながらこれをどうやっていくのか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大事。パニックを起こしたり、例えば地方に人が動き始めたり、これでは逆に反対な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から、そうしたマイナスをいかに抑えながら効果を最大に図っていく、それも含めながらですね、状況を見ながらしっかり議論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が必要なんだろうと思います。因为新冠病毒疫情退烧，日本社会各界已经有声音希望政府公布紧急事态宣言。不过日本政府犹原审慎对待，都惊冲击经济，敢要公布含义两难。东京都地区小池百合子认为，一旦中央政府公布紧急事态宣言，对东京防疫来讲将是一大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伫全世界滚价，真侪国家的产业拢小连续停工。但是中国表示，因的疫情已经控制落来啊。疫情的重灾区武汉，预计4月初8要恢復對外交通。香港的學者是煩惱講，若是互中國復工了後，可能會出現新一波的病毒傳播。勝利一定屬於我們。離武漢有定解除封城日子也剩3天，中國媒體發布影片支持。中國官方宣布武漢肺炎疫情確立，初時統計境內新增加30例確診，有25例境外移入，也有47例無症狀的感染者。新增確診病例30例，其中25例為境外輸入病例，5例為廣東本土病例，無症狀感染者47例。對通報數字來看，疫情看起來控制良好。中國官方媒體也一直宣傳國城陸續復工復產，不過疫情也佇世界各地攤開，想要真緊恢復正常，可能也無遐簡單。即陣廣東當地有出現幾陣也無找到感染源的確診個案，有香港學者煩惱，可能會造成香港出現第3波疫情。可能香港會有機會完成第2波之後呢，第3波調翻轉嚟又喺內地嚟。而呢個咁嘅循環咧，會一路咁繼續落去，直至我哋有效嘅疫苗，或者係我哋嗰個群體免疫
力已經去到60-70%或者70-80%，然後先會停止。就係確診咗28宗個案啦，咁啊數字嘅編號咧就係864去到891啦。咁佢哋嘅年齡咧係16至64歲，呢有23位咧都係有外遊記錄嘅，咁其中有12位咧係學生啦。即陣香港總計有800多人確診，而最近新增加患者已經外數日上多。測試團出一個駐守在西九龍總區的警長確診，也予啲至少有100個不介意使用過相關設施的警務人員攏要接受檢疫。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國內油價，國內油價閣再調降。中油公司對明仔飯點開始，大公司的介紹汽油降9角，柴油降1塊。疫情的衝擊，國際油價繼續落落。中油公司今仔日宣布，初六半暝0點開始，汽油甲柴油的介紹，大公司分別降真大票9角降1塊，這是3月初2以來第6遍的調降，也是汽油的介紹17年來上低。連假的是觀光景點出現真濟觀光客無掛喙罨嘛，無保持距離，互人真煩惱。所以學者就建議講，考慮勞動節的時陣敢要放連假。行政院是表示，目前無這款的規劃。不過面對真濟人攏客佇觀光區，指揮中心是講，考慮會針對飯店、夜市仔做人數的管制。民眾伫清明連假期間出去佚佗，也予中南部各大觀光景點出現人客人的場面。也毋過有真濟人攏無掛喙罨，也無保持社交距離，提懸疫情擴大風險。面對5月抑個3天的勞動節連假，有學者煩惱防疫恐驚出現空棚。如果要維持原來的連續假期風景區或是夜市啦，做這個人流的規劃，空間都要足夠，每個人分配到的面積就是4平方公里。那如果覺得這個很困難的時候，恢復說沒有連續假日這種改變吧。學者建議，若民眾無充足的防疫意識，安尼政府會當考慮5月勞動節賣放連假。畢竟歐美等地攏因為大量的人聚集，才爆發重大社區感染的症頭，台灣未當無勢力。勞資雙方對這款的建議也有無同的見解。也是隨着中央這樣子的安排來做這個備貨的準備了。我也贊成能夠取消。你若安全的話，人們比較容易出來，那我們的訓練單位在辦訓的區塊才敢繼續在辦訓。因為這是國定假日，而且是法定的權益，實在是不宜取消啊！我是建議先用教育的方式來讓大家待在家裡，有正確的防疫的認知，我覺得這部分就夠了。行政院長蘇貞昌表示，目前也無調整勞動節連假的考慮。不過指揮中心表示，5月連假將會考慮對飯店大數人數啟動總量管制。未來可能會考量這個飯店的這個訂房數，我們就會去注意跟觀察飯店的這個訂房數達到一定比例的時候，那就會去做一些總量的一些啟動。但中研表示，除了飯店，也會將對夜市甲地方政府討論監視總量管制，執行單一出入口，希望觀光甲防疫會當出入平衡點。指揮中心上緊後禮拜會定出指引。記者綜合報道。觀光局嘅員工替主任秘書嘅後生接機，為着武漢肺炎嘅代誌，感受牽涉到特權，引發外界質疑。因為這件代誌，觀光局嘅主任秘書互調職，間接記大過，局長周永輝嘛互調職。觀光局佇桃園機場服務嘅員工，因為接機接觸滋味嘅學生，致使家己甲幼囝攏畏着新冠肺炎。觀光局滋味防執期無請假欠防疫意識，並且可能有使用特權，互調職降級並且記大過。此外，定處向電管炭燒，為此自請處分嘅觀光局長周永輝也確定放慢調局長嘅職務。作為主管機關，特別是觀光局的局長。有監督不周，也有疏失之處，那他也自請處分，那我們也呢，經過調查之後，決定予以調職，調回到交通部擔任參事。周永輝局長手機也交予秘書接聽，本人無接受訪問，伊發聲明強調，雖然這件代誌甲伊個人並無關聯，也毋過身為局長，中官要安怎認定伊無意見。若講中官也是社會大眾認為觀光局愛負責，伊攏擔起來。也毋過希望這件代誌就此結束。被指派代理的副局長張錫聰強調，即馬上要緊的就是協助業者渡過難關。產業的衝擊，對
观光产业的纾困振兴啦、复苏啦都是要还是要同仁来努力啦。所以会鼓励大家同仁那么还是坚守岗位。另外，这摆接替事件到底是调过于隐瞒，还是沟通不良，造成资讯落差，甚至错误？部长林佳龙顶日已执行调查，也表示究这个程度会依据事实调查，予社会一个清楚的交代。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消息来看中部，疫情指挥中心针对11个景点发警报，呼吁民众较莫去的。日月潭溪头的人虽然无因过遐济，但是嘛是袂少。伊家指出，只要有接触到群聚感染的风险，而且莫就是讲家己无敢确诊甲的患者接触到，只要是有出入佚佗就有风险。警方甲卫生局警官摕着标语甲放上头，宣导游客挂喙罨，搁较爱保持1公尺的社交距离。南投溪头的游乐园，连假期间涌入袂少游客。游客讲，虽然知影爱自我保护，也毋过要保持距离，亲像有淡薄仔难度。会保持安全距离。去那边。也会戴口罩吗？对，都会戴口罩。另外，伫日月潭连续假期游客人数比往年少5成，也毋过也是有袂少民众出来透气，随身的防疫物品也袂当少，也拢尽量保持距离，也是维持伫室外。也毋过连续假期各地拢出现真侪人，虽然疫情指挥中心对11个景点发出警报，休假最后一天各地也渐渐恢复正常，也毋过医师指出，就算是伫户外，只要是群聚都有风险。挤来挤去喷出的过程中，这个病毒就碰到我们的身上任何的部位，包括我们的包包或者手提袋等等。那回去之后，因为它可以在表面存活很久，回去之后还是有可能沾染口鼻，造成感染。医师指出，这11个景点只是原则性的规范，因过其他景点人也是非常的多，只要是人的接触透过空气媒介，都有感染的可能。连假过了后，医师烦恼可能会出现另外一波的确诊高峰。应该会。其实这是很担忧，因为群聚就等于风险，等于案例就会提升。不要轻易觉得说，台湾很 OK 没事，或是这些都是好朋友，我们就没事这样。王市长指出，民众大部分拢认为，一寡确诊个案拢甲家己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连假出去佚佗的机会增加。也毋过，却疏忽景点人员的复杂性，而且只要是人多就有风险，呼吁也是袂当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之前国内一个店员确诊武汉肺炎，虽然上班时间拢有挂喙罨，但是研究显示，病毒伫钱、银甲甲玻璃顶悬会当活4点钟到1礼拜。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接洗手，若是吸到病毒了后，阁期望鼻仔、目睭甲喙就有可能感染。国内出现头一个商店店员确定话到，伊在上班期间拢有戴喙罨，毋过由店员真接吉效。加上最近有研究显示，武汉肺炎病毒伫纸票、动身啊、玻璃甲较光骨的桌面以及木材顶面，能活4点钟到1礼拜时间。一旦若是无定定洗手，伊佫吸到目睭、喙、鼻仔，就有可能会去握到这个病毒。新冠病毒它的主要传染途径就是飞沫跟那个接触传染啊，因为我们那个商店的店员触摸的物品会互相交换，所以间接接触传染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所以在这个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去预防接触传染。而清明连假时间，国内各大景点人拢真多，因为是真侪人拢无戴喙罨，也无互相离较开的，然后各界真烦恼。连假结束了后，恐惊会有疫情爆发，来到另外一个高峰。担心的不只是无症状感染者，是所有轻症或重症的感染者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出现？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大量的民众出游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个群聚的关系产生一些感染的病患？随上最近有愈来愈多个案拢是自主隔离检疫期满了后，家己看医生才确诊。指挥中心的要求，自主隔离检疫的人隔离期满了后，搁再增加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上紧对初5起，会在隔离检疫第13天的时阵，发简单的信息提醒即阵正伫的执行自主检疫也是自主隔离的人，来看一个检疫期间是不是出现相关症状。若是要出现落屎，也佮有鼻无味、也食无味这症状，爱赶紧来通报。记者综合报道。做伙来关心天气。天气的方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较有阵雨，也是雷公雨，一直到拜4、拜5气温才会回升。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是15度到20度。
东部地区是17度到27度，南部地区是19度到27度，东部地区是16度到23度，外岛地区是12度到22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Thank you.